願主與你哋同在。恭讀聖若望福音。在逾越節日前，耶穌知道他離此世歸父的時辰已到。他既深愛世上屬於自己的人，就愛他們到底。正吃晚餐的時候，魔鬼已使伊斯加略人西滿的兒子猶達斯決意出賣耶穌。耶穌因知道父已把一切交在他手中，也知道自己是從天主來的，又要往天主那裏去，就從席間起來，脫下外衣，拿起一條手巾束在腰間，然後把水倒在盆裏，開始洗門徒的腳，用束着的手巾擦乾。及至來到西滿伯多祿面前，伯多祿對耶穌說：主，你給我洗腳嗎？耶穌回答說：我所做的，你現在還不明白，但以後你會明白。伯多祿對耶穌說：不，你永遠不可給我洗腳。耶穌回答說：我若不洗你，你就與我無分。西滿伯多祿於是說：主，那不單我的腳，而且連手帶頭都給我洗吧。耶穌向他說：沐浴過的人已全身潔淨，只需洗腳就夠了。你們原是潔淨的，但不都是。原來耶穌知道誰要出賣他，所以才說：你們不是所有人都是潔淨的。及至耶穌洗完了門徒的腳，穿上外衣，坐下，對門徒說：你們明白我給你們所做的嗎？你們稱我為師傅，為主，說得正對。我原來是。如果我為主為師傅的給你們洗腳，你們也應該彼此洗腳。我給你們立了榜樣，叫你們也照我給你們所做的去做。上主的話。光明與王權歸於他，直無窮之世。今晚我哋聚集喺呢一度，為紀念、慶祝同埋繼承昔日主耶穌喺佢受難前夕同佢嘅門徒所做過嘅三件事。第一，就係喺晚餐裏邊，耶穌將自己嘅生命，即係佢嘅肉同佢嘅血，化為飲食獻俾世人。佢包括將出賣自己嘅猶達斯，同埋不久就要當眾否認佢嘅伯多祿，佢都係咁俾佢哋食佢嘅肉，飲佢嘅血。第二件事，耶穌喺席間，大概我估係喺食完主食之後，即係主菜之後，佢就起身為門徒洗腳，再一次向門徒顯示佢對佢哋嘅愛。當伯多祿話：主啊，你要洗我嘅腳，唔可以，你係師傅，你係主。唔得，耶穌點講？我如果唔洗你嘅腳，你就同我冇份。
並且以具體嘅行動向佢哋宣示，佢曾經向佢哋莊嚴咁講過，人子嚟唔係為被人服侍，而係嚟服侍人嘅教導。呢個耶穌第二個所做嘅。第三樣耶穌做嘅就喺洗腳之後，佢再次坐低向門徒透露出佢最心底嘅話。佢嘅心底話係乜嘢呢？就係彼此相愛嘅命令。呢番說話後來被記錄喺《若望福音》由第13章至到第16章呢四章裏邊，被稱為係臨別贈言。呢幾章嘅臨別贈言係四部福音裏邊耶穌對佢嘅門徒，亦即係對我哋最窩心嘅說話。各位教友，如果大家肯嘅話，記得嘅話，喺聽日、後日仲有2日嘅時間，我好想邀請大家，你屋企有冇聖經啊？有冇福音啊？有啦，重新喺呢2日再次打開佢，由若望福音第13章一路慢慢讀到第16章。如果你肯慢慢咁讀，喺讀嘅之前話俾主耶穌聽，主，請你開我嘅明悟，開我，等我明白你讀嘅，我讀嘅係乜嘅話呢，我擔保你哋一定會好感動。因為呢幾章裏邊記載住耶穌佢最窩心嘅說話，對我哋每一個人講，係每一個人講，所以好盼望大家唔好錯過呢個機會。今晚我哋喺呢一度繼承咗昔日主耶穌嘅做法，為代表昔日嘅門徒，同埋亦都代表住今日在場所有耶穌嘅門徒，即係各位嗰幾位教友洗腳，讓耶穌嗰句我如果唔洗你，你就同我冇份嘅呢份大愛，深深咁印喺我哋心中。而家請大家注目一下牆上邊嘅一幅聖相，睇唔睇到啊？睇到耶穌為門徒，一般我哋話呢個就係伯多祿，為伯多祿洗腳。睇唔睇到耶穌個頭去咗邊度啊？睇唔到嗬，係咪啊？睇唔睇到啊？但係耶穌個樣呢？耶穌跪喺伯多祿前為佢洗腳，但係耶穌嘅面貌係喺邊度啊？喺好清楚咁反映喺嗰盤好污糟嘅洗腳水上邊。睇唔睇到呢幅畫？傳遞啲乜嘢信息啊？耶穌個樣係好清楚咁反映咗喺呢盤咁骯髒嘅洗腳水上邊。呢幅相傳遞啲乜嘢信息俾我哋呢？個信息就係，就算你自己覺得或者唔覺得你係一盤骯髒嘅水，耶穌亦都會同你一齊。你自覺我唔係好完美，我雖然係教友，不過又唔係真係好熱心嘅教友，我唔夠好，我甚至有時覺得自己罪過累累，我成日都跌倒，成日都犯錯，唔使擔心，唔使怕，唔好自慚形醜。耶穌一樣在乎你，一樣愛你，一樣唔會嫌棄你。
大家聽唔聽到？睇唔睇到呢個信息？我哋唔需要好光鮮、好完全完美，耶穌先至嚟我度。正因為我唔完美，正因為我有好多地方都唔及格，正因為我自己都覺得我唔係一個最100%標準嘅教友，我係唔堪當去接受耶穌呢？唔係，耶穌係喺我哋好嘅時候、唔好嘅時候，都同我一齊，都在乎我，都喺我身邊，都係咁樣為我洗腳。大家明唔明呢一度？耶穌係愛我哋每一個，我哋好，佢愛我；我哋唔係咁好，佢都係咁愛我。呢個就係呢幅畫，係一個德國神父，佢大戰之後，佢經歷過大戰之後，佢開始以畫畫嚟到去傳道、去傳福音嘅其中嘅一幅傑作嚟。佢想傳遞嘅信息就係呢一個，呢個就係你所認識嘅耶穌，就係你喺慕道嘅時候你所聽過嘅耶穌。無論我哋係一盆清水或者一盆濁水，耶穌都係咁愛惜我哋。而家大神父咧同李神父就代表耶穌，為代表住所有在場耶穌嘅門徒，即係我哋嘅嗰幾位教友，進行洗腳儀式。儀式之後呢，我哋仲有一段簡單好短嘅默想。耶穌同門徒洗完腳之後，就開始佢講返最窩心嘅說話。我俾你哋一條新誡命，你哋要彼此相愛，如同我愛咗你哋一樣。你哋都應該要咁樣彼此相愛。如果你哋之間彼此相親相愛，世人就會認出你哋係我嘅門徒。今晚耶穌唔係再係勸我哋，佢係命令我哋。佢話我俾你哋一條新嘅誡命，係誡命，一條命令嚟。呢個命令係咩？彼此相愛。當然，點樣愛同埋愛得幾多，有時都視乎我哋嘅能力。有啲人唔係你唔想愛佢，而係你覺得你有時唔係好夠能力去愛佢，你又唔知點樣去愛佢。呢個都唔係重要，呢個慢慢可以學，慢慢可以學。但係最緊要就係我哋嘅內心深處，我哋對每個人都有呢一份愛意。大家都有呢份愛意嘅時候，大家唔會對大家好似敵人咁嘅時候，呢個就係彼此相愛。雖然愛嘅形式唔一樣，愛嘅深度未必一樣，但係始終我哋對待人人，人人對我，我對人人，都係以愛嚟到出發。當然愛裏邊要有智慧，因為只有愛，只有慈悲，冇智慧，有陣時會更加令到嗰啲唔識得愛嘅人更加唔識得愛。咁所以呢，愛有陣時都要學，同樣要有天主，求天主俾我哋嘅智慧，好有智慧咁去彼此相愛。咁樣點樣彼此相愛？就好似耶穌愛我一樣。所以如果大家想了解、認識多少少耶穌點樣愛我哋，讀福音啦，好好咁熟讀個福音，咁你就知道耶穌係點愛我哋。又或者呢2日好好咁由13章到16章去品嘗一下耶穌嘅心係點，耶穌嗰個愛係有幾大。耶穌話你哋應該照住咁樣嚟到彼此相愛。然後佢講咗一句好重要嘅說話，佢話如果你哋之間彼此相親相愛，人哋就會認出你哋係我嘅門徒。
我哋係教友，係耶穌嘅門徒，唔係作喺額頭上邊，亦都唔係我哋着住 T-shirt 或者有啲衫寫住我是基督徒，唔係，唔需要添。好緊要嘅一樣嘢就係你嘅所言所行，你嘅說話，你嘅態度，你點樣看待人，你點樣喺人哋對你唔好嘅時候，你點樣去回應？你呢一種嘅就係俾人睇得出，咦，真係有啲唔一樣嘅。呢啲人係咩人嚟？哦，原來係基督徒嚟，係佢哋要喺我哋身上睇到呢一種咁嘅生活態度，咁嘅心境，人哋先至會覺得原來基督徒係咁嘅，我都想學。所以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，或者呢兩日喺讀福音嘅過程裏邊，都問下自己，我曾經幾多次讓耶穌失望？喺日常生活裏邊，喺屋企，喺同事中間，喺朋友裏邊，喺鄰舍裏邊，甚至喺街道上邊撞到啲可能三唔識七嘅路人甲月餅，我有冇令耶穌失望？又或者我哋可能好唔少次，因着我哋彼此之間嘅唔相愛，讓人認唔出我哋係耶穌嘅門徒。當我哋冇咗呢一種基督徒嘅特色嘅時候，咁我哋同一個唔係基督徒，一個普普通通嘅有咩分別？當然普普通通嘅唔係基督徒，佢哋都可以學，佢哋都有好多都係可以係彼此相愛。所以喺教會裏邊，有啲人話，有啲人雖然冇領洗，但係佢哋係咩啊？佢哋好有愛心，佢哋係無名嘅基督徒。但係我哋領咗洗嘅，我哋係有名分、有名有份嘅基督徒。我哋能唔能夠用我哋嘅生活去宣講，話俾人聽，我是基督徒？天主保佑大家。